雖然稅務局喺最後一刻叫停簡易信託申報要求，不過仍然有超過4萬人作出申報。邱麗明報道。聯邦政府喺2022年嘅秋季經濟報告中，原本要求由過去一個稅季開始，任何持有簡易信託嘅人都需要提交 T3 稅表作出申報。今年嘅限期係4月2號，不過稅局喺3月28號宣布暫緩執行呢個要求，推遲到明年先至執行。不過仍然有超過44000人交咗 T3 稅表。加拿大特許專業會計師公會表示，好多會計師喺稅局宣布豁免之前已經為客戶預備好稅表。喺新規定下，簡易信託嘅受託人同受益人等都需要作出申報，目的係為咗打擊洗黑錢、恐怖分子集資活動同逃稅。簡易信託結構多元，部分人會為咗幫子女借按揭買樓，透過簡易信託以自己嘅名義作為業權持有人。